在新竹峨眉乡有一支打击乐团，成立已经4年了。这里面团员有小学生、退休公务员。特别的是，他们把废弃的筒子还有漂流木，通通拿来做乐器，还把客家老山歌融入其中。他们经常到外县市表演，希望呢演奏的客家歌曲能够凝聚村民的向心力，唤起早期农家的记忆。夜幕低垂。 新竹峨眉乡这座教堂越夜越热闹。下班之后，打击乐团的团员来这练习。打击乐团成立4年了，团员有小学生、退休公务员。而站在最前方的是阿辉老师，他是台中人，因缘际会来到客家庄，因为他才有了这支乐团。 因为我专长就是打非洲节奏嘛，然后我们把非洲的节奏跟他的那个自由的性格带进来这边，跟我们这边的义政做融合，就这样撞击出这个乐团出来。没有乐谱，没有键盘，他们把废弃的筒子还有漂流木当作是乐器拼凑上阵，跟着阿辉老师的口令和动作敲打，和谐的打击乐回荡在教堂里。 早期采茶歌谣融入其中，团员穿上了蓑衣，手拿锄头，准备登场。高亢嗓音唱出客家风情，不只保留客家文化，也让新生代更了解客家人。就 比较听得懂，就客家歌这样。不但唱山歌，他们还会自创新歌曲。唱着唱着，也凝聚了村民的向心力。峨眉乡发展协会理事长江信军，他是乐团创办人之一，也是团员。他透露组团的辛酸史。政府立场应该是说，你认为觉得这种基层、这种乡下偏乡里面有些的好的表演团队，这应该要更多的那个经费来挹注。尽管经费不够，他们还是努力表演。客家人不怕苦、不认输的精神展露无遗。萦绕茶树间的歌声，谱写静谧教堂的另一篇章。漂流木击出艰苦的沧桑，废弃筒敲出重生的喜悦，共鸣出峨眉的感动时刻。